我就好開心見到大家參加。咁啊，教大今年都好開心，有個教大本身嘅隊好有心嘅，就係咩咧？就係叫跑出教大嘅未來咧，跑出教育嘅未來。咁我覺得呢個意思都係咧，我哋係要動起來。我哋係用馬拉松頭先講過，係作為一個象徵嘅意義，不斷創新，不斷咁樣咧係求進，不斷咁樣咧係團結，咁樣為我哋嘅教大嘅未來嘅發展咧作出努力。其實今次咧應該係話第一次咧係呢個教大嘅 council member 嘅名義咧去參加，所以都特別開心啊！着咗我哋教大嘅 T-shirt。今次都好高興咧，喺我哋正名10年嘅今年咧，有咁多嘅老師啊、同學啊，同埋好朋友一齊參與。咁今日咧都跑得好順利啦，同埋沿途見到好多我哋教大嘅跑手，有老師、有學生、有校友，咁所以翻到嚟之後都好開心。咁我諗今年係適逢我哋10週年咧，證明咧係特別有意思。大家跑嘅時候咧好興奮，因為大家個團隊啊着住制服，我相信咧我哋會繼續舉辦多啲咧係叫 Sports for All， 全民都可以參與體育嘅呢個活動咧俾大家參與。年輕人咧或者係師弟師妹啦，其實佢哋都可以通過運動啦去磨練自己，培養自己一啲興趣或即係一種態度咯。今年教大10週年啦，就梗係好似我哋跑步咁樣啦，越跑越有，越跑越勁，咁啊真係前程就梗係似咁啦，越嚟咧越培育更多好嘅人才啊！祝教大正名10週年生日快樂！教大恭喜晒10週年！